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30日早起新闻，我是王淑君。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批评中国暗砍疫情，致使武汉肺炎拖起全世界，嘛宣布要停止和 WHO 的关系。另外，针对香港的问题，伊讲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提出相关的制裁。本来美东时间下昼2点的记者会，川普是拖到要3点才到。讲到新冠病毒加 WHO 的问题，川普宣布美国决定终止加 WHO 的关系。Because they have failed to make the requested and greatly needed reforms, we will be today terminat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redirecting those funds to other worldwide and deserving urgent global public health needs. The world needs answers from China on the virus. 川普讲，中国暗砍武汉出现新冠病毒，互疫情拖到全世界，造成人命甲经济巨大损失。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要求误导世界各国。中国已经完全控制 WHO， 不过 WHO 拒绝采取美国政府所要求的改革，所以决定终止关系。伊也批评北京当局破坏对香港甲世界承诺，讲港版国安法的立法会互香港由一国两制行向一国一制。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take necessary steps to sanction PRC and Hong Kong official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eroding Hong Kong's autonomy and just if you take a look, absolutely smothering Hong Kong's freedom. 在差不多10分钟的谈话中，川普也宣布要开始研究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停止，自印度调休到商业关系拢会受影响。美国国务院也调整对香港的旅游警示，取消中港分离的待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昨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个在俄罗斯读册的学生。另外，疫情中心表示，若是民众有需求，会使家己开钱做武汉肺炎的体检。代替和高铁嘛宣布，对后个月开始会使伫车顶食物件。国内零确诊失败，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全台确诊人数增加到442例。这个案是20外岁男性，今年2月到俄罗斯去读册，这个月15开始脑痛，第2天出现鼻无味，还有规身躯真酸种情形。26回来台湾入境时主动通报采检，虽然检验结果是阴性，不过为了小心，第2摆采检才阳性确诊。这种患者是在病院隔离治疗中。这大家国人也不用担心，因为他是完全就在我们这样进来以后那完全的在我们的机场，那直接到集中检疫所，所以没有跟我们的社区有接触。指挥中心表示，国内已经连续47天无本土确诊个案出现，检验量仍然提升，所以对即日起，搁再放宽自费检验武汉肺炎适用对象，即位有需求的民众，拢应到全台37间指定病院自费检验。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自费采检。那采检的处所也由本来的18家增加到37家。另外，因为国内疫情慢慢稳定，代替甲高铁拢宣布，对6月初开始，在维持社交距离之下，用在列车顶面食物件，物件食完了后，嘴暗也是爱挂起去，来维护自身甲其他旅客健康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盘的库存物流仓库发生武汉肺炎群组感染，这2天确诊病例拢增加超过50个，政府介入调查，嘛要加强检疫。大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日前因为上大电商平台酷片的富川物流中心发生群组感染，增加79个病人。2月迄一天，又搁增加58个病人。连续2天增加的病人，拢超过国家制定的标准50个人，互富川地区的居民是真烦恼。 다시 코로나가 시작되는 것 같아서 너무 안타깝고 전 다른 있었던 분들도 어쨌든 다 피해자로 100多名患者，真侪人拢伫首尔，至少有80个病人是伫富川物流中心感染，甲互人传染。当局考虑到首尔甲附近的地区带着全南韩5000多万人的一半居民，烦恼引发第2波的疫情，决定介入调查甲检疫。 중앙방역대책본부는 코로나19 치료를 위해 중앙임상위원회의 의견을 반영하여 식약처에 렘데시비어의 해외 의약품 특례 수입을 신청할 계획입니다.
物流中心的头一个感染病人是一个43岁女性员工，因为进前甲后事参加亲情的餐厅宴会，和感染病毒了后，引发物流中心的群组感染。目前已经传染到其他的物流中心甲电话呼救中心。 내일부터 6월 14일까지 약 2주간 수도권의 모든 부문에서 방역 관리를 강화하기로 하였습니다. 우선 공공부문의 경우 수도권 지역의 모든 공공다중이용시설의 운영을 6월 14일까지 중단하겠습니다. 目前物流中心的4100个员工甲访客已经自我隔离，南韩政府嘛对至少8成以上的员工进行病毒检测，如果真紧就会当完成所有员工的检疫。当局表示，若是连续7天拢检测患者超过50个人，有可能会搁一届限制民众的行动。记者来自同整理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过道有局部短暂阵雨。来看上新的温度。 今日方面离开水汽减少，恢复湿热的天气。不过透西南风，这方面的中南部嘛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有一寡山区可能会落大雨，外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和马祖可能会大雨。后礼拜高压增强，天气会变更较好。上新的婚害防治法草案内底除了规定，会使甲结婚的年龄提悬到20岁以外。 也加电子烟这款新的产品做回规定。这几年，国内电子烟加热烟的使用者增加，国检署上新的食烟行为调查，阁发现，国内青少年食烟10年以来是头一届变悬，电子烟阁增加5成。卫福部伫咧29预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会甲电子烟、加热烟等新的烟品归伫咧类烟品纳入去草案。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未来呢，可能也是用其他的化学或酸碱的方式去加热会有各种形态的新烟品出来，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电子烟未来只要所有新烟品，我们用类烟品来把它规范，这样可以避免一再修法。 草案除了新增加类烟品以外，嘛甲合法食烟甲买烟的年岁，拄18岁提悬到20岁。烟品外包装的警示图文，甲该烟的相关资讯标示面积，嘛拄原本的35%改做85%。另外嘛甲半户外开放空间的餐饮场所，设加管抬调，还有暗时9点以后开始营业，而且18岁以上才会当入去的视听歌手场所，无受到禁烟限制规定。而且增加酒吧、夜店无设独立空调，独立隔间设来食烟室的所在是禁止食烟的场所。 我们这次的一个修法版本，它就它创了一个类烟品，把电子烟放到类烟品。事实上，烟草公司的所有的减害替代，在全世界都破功了。它只是导致不抽烟的人去抽电子烟，然后要戒烟的人他没戒烟，他去抽电子烟跟加热烟，成为2重、3重药物的使用者。 民间团体认为，讲全世界53个国家做甲酒吧、夜店、掠掠麻雀馆，这寡所在是全面禁烟。毋过台湾还阁伫咧会当设施来食烟室，确实还阁有改进的空间。若是这个烟害防治法的草案，会伫卫福部的网站公告60天，接受社会各界意见了后，送到行政院核定，预计会当伫咧今年9月份左右送去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早报，一开始自由时报。 烟害防治法草案增加禁止厂商赞助活动，不过台湾军酒公司有篮球队，希望会使排除在外。政府表示，修法通过了后，会和专家各研究。过来是苹果日报，大法官宣布通奸罪违宪，马上无效。根据统计，因为妨害家庭自家的人有33个人，其中有5个人因为安尼，昨已经放出来啊。再来是联合报。 立法院6月要审农田水利法草案，水利会要改做公务机关，有17个水利会昨成立自救会，要提诉讼要求释宪。不过有14个水利会支持改制。进行权按算7月15日止，外界这期发上慢啊。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讲，因为消费券是伫伊任内所做的，都唔做。 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回讲，马政府的消费券对经济无帮助，爱会记哩教训，唔通一错再错。振兴券预期7月15号上路，也毋过外界批评发放时机上慢，为什么唔发现金有所迟疑？前总统马英九礼拜更加发话，莫因为消费券是伊任内发的就唔做，即马改也会付。行政院长苏贞昌日报出席立法院施政报告，认为马政府时期的消费券对经济成长无帮助，拒绝各行马英九的路。
马英九发的消费券被监察院特别在事后审核的时候，已经明白指出来，它的替代性过高，对经济成长没有帮助，所以我们汲取这个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朝野南绿立委拢认为7月才发进行关上班。南野立委更加批评马英九的消费关系，民进党的心魔，呼吁赶紧变经济，唔通阁想政治的代志。行政院预计进行馆规模就破400亿。根据平面媒体报道，进行馆分成实体馆甲电子版2部分。实体馆会当伫邮局超商买，民众支付1,000会当得到3000名额。电子版支付累计消费满3000送2000。我会在6月2号完整报告。院长，我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哦。是因为你期待错误，都可以透过媒体放话跟大家讲，为什么在国会殿堂不愿意说明？我想这一点藐视国会，予以谴责。第二，这个委员你这样谴责，这样的非常不当。我自己也觉得晚了点，我们也在纾困方面发了很多的现金。那至于振兴经济呢？这个振兴券的确有那个倍增跟乘数的效果。南委接唇批评行政院自家放话予媒体，表示国会针对外界各种质疑的声音，苏贞昌强调，后礼拜2将亲上会线说明进行馆具体实施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刑法的通奸罪因为违反比例原则，大法官将宣告违宪，通奸罪马上无效力。通奸罪即撤为告诉之效力案，经大法官做成释字第791号解释。对宪法第22条所保障性自主权之限制，与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不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司法院长柯宗德29针对刑法239条通奸罪甲刑事诉讼法239条但书，会当单独对通奸配偶提告，宣告违宪，推翻民国91年大法官会议决议，通奸罪下限的设置解说。通奸罪导致的不利益显然大于公益，违反狭义比例原则，这个是通奸罪违宪的最主要理由。宪法第239条的通奸罪规定，甲配偶以外发生性关系的人，甲第三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大法官表示，这违反宪法第22条的性自主权，还有23条的比例原则。若是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会当对原来配偶撤销告诉，敢若告第三者，嘛造成差别待遇，违反宪法保障的平等权，嘛因为通奸罪违宪失去效力。伫咧2002年，其实就已经有法官针对通奸罪议律提出释宪，毋过迄当阵释字第554号解说，大法官认为通奸罪立法危害婚姻、家庭甲社会秩序，宣告符合宪法。毋过柯宗德表示，对社会多元化甲社会化发展，人格自主权愈来愈受到重要甲肯定。就算通奸罪有预防犯罪，会当来做维持婚姻的手段，毋过用宪法来约束较无合理。通奸罪违宪，而且随失去效力，因为通奸罪去用侦查审判，也是法家执行者。自今开始，会当伫法律当中除罪，侦查甲审判当中的被告，检察官要做出无起诉的处分，而加服刑者，加依法嘛要放人。若是因为案件去用通缉，无论是伫咧侦查、审判、执行的阶段，检察官甲法官拢要撤销因的通缉处分。未来针对妨碍婚姻的案件，会以民事法律来约束，被害配偶会当以侵权的行为来做理由，要求损害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6就是罢韩的投票日，罢免团体开始招大家参加大游行。另外，韩国驻的团队也向法院提控告，希望停止投票。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合法园区举办揭牌仪式，看到人西真古锥，佮挡袂掉来摸西仔的头。真汉年有放轻松的时阵，因为罢韩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这礼拜拜6礼拜分别要伫桥头、公山、红山等等的所在，逐工来举办游行活动。那这礼拜6呢，我们会从余登发故居走到桥头事件的历史现场。礼拜天呢，我会从凤山市政府所在的光复路走到卫武营的这个地方，能够平和理性的注重自己的安全，无论政治立场是什么，只要是高雄市民，我们都要关怀高雄市民的安全。韩国瑜胜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就发出三山敌江山，罢韩团体定义讲是要影响韩国瑜当初时的大票仓。毋过韩国瑜虽忙伫咧公开场合，拢无讲到罢韩的相关议题。
但是私底下法律行动是无停过。都4月初8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第2阶段的联署，4月17去互驳回了后，4月20搁提起控告，5月17最高行政法院驳回，5月12韩国瑜针对中选会罢免公告申请停止执行，5月22搁一届去互驳回，5月27韩国瑜搁提起控告，好由最高行政法院伫咧诉讼确定进程来停止执行。有关于我们讲说司法程序的部分呢，其实呢市长并没有放太多的主观意愿在里面，完全尊重呢律师在攻防技巧上面的专业判断。韩国瑜却一再透过上诉滥用司法资源，占用司法资源。韩市长要表上尾一道，到底敢有法度伫咧6月7日进程，和最高行政法院做出暂停投票的裁决。台湾的人民拢伫咧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车行顶有5500外组专台上座。台中市交通局表示，路口设车行顶有需要，未来兼顾数量甲安全做规划。路口车来来去去，台中市5环路中德路这个5车路口，被交通部就为全台较会做事路段的第1名。复杂的路口甲交通号志，用路人拢爱特别注意。台中市也是全台红车顶数量上侪县市，台中市民真有感觉，交通号志真正真侪。就是一条路上就有超多红绿灯，太多我觉得不太好，适中吧。根据统计，台中市拢总有5500多组交通号志。比台北市大约2500组，新北市4000多组，桃园市3000多组，也加真侪。台中市交通局表示，号志数量袂当安尼比较，会设置拢有伊的必要性。那我们跟这个交通大队面调过去可能这半年1年的资料，到底发生的事件有多少？那发生形态是什么？是这个突发性的，还是有这种常态性的一些擦撞行为？那这个作为我们在做改善方案的一些佐证。台中市交通局长表示，每一个城市的都市计划甲道路的复杂度拢无同，会根据车辆事故状况甲道路线型来决定敢要设置号志。学者认为，号志设置也爱考虑行车效率。如果我们必须要依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则，必须要设这么多号志，我们的号志的连锁的控制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能够更有效率？李启聪表示，虽然每个路口拢是独立的，也毋过规划时需要将号志的连续性也加入考量。另外，也会当加采用标志标线来辅助，也爱提升民众交通安全观念，才会当互交通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文华东方酒店无场地甲大埔的员工石头路，台北市劳动局表示，经过劳资协商，打算延到6月27才资遣。不过6月初5进程，那协商的资料准备无交成，上当会使罚50万。台北文化东方大量辞掉劳工，却无伫60天内向北市劳动局提报计划书，已经违反大改法，恐惊遭到开罚。也毋过资方主张，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符合天灾事变还是突发事件，无受60天的限制。也毋过北市劳动局反驳，过去会当讲无企业应用，即摆也无适用。就是说，事变呢，是指自然的事变，也就是像这个风灾啦、雨灾啊、地震啊之类这种所谓不能抗拒的意外灾害。文华东方这个大解的这个程序，我们还是依大解法去做相关的进行跟裁罚。台北文化东方早起紧急召开劳资协商会议，决定将资遣日延到6月27。也毋过，北市劳动局表示，已经发函要求文化东方说明协商的情形、资遣费执行时间等。若讲袂当到劳工达成共识，也是会以大改法开罚10至50万罚款。所以我们在6月5号之前的期限呢，他就需要回文告知我们现在劳资协商的相关的说明书以及相关的证明，包括这当中需要提列到你的资遣费啦，或者是你特休假的工资啦，等等这些你都需要提列得清楚。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指出，台北文化东方甲北市府办签订为期15年的回归机制合约，以用这奖励换大办回归，即马可能违约，强调已经甲业者协商定案。我们市政府跟他有的是每一年，我们大概是有180间的客房的使用次数，会以协商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正常的运作。另外，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其实文化东方违法，毋是头一摆，过去4年罚款5件，其中以无合加班费上侪摆，拢总累计罚款4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华区美的原皮社区，不时会举办活动，教这阿公阿嬷来种葱啊，有做饼、做花灯、佮跳舞。课程真丰富。
上面的你就拿去食用，然后下面的部分呢就继续让它留着，让它长大就好了。金竹水明种葱仔的撇步，彰化河滨镇关闭社区的老师驾驶大甲这的塑胶杆仔加好开。然后放土，再搁种葱仔栽，一步一步用长辈煮饭炒菜拢用会到的葱仔做园艺课程的主角。阿公阿嬷展出家己种的作品，笑甲嘴啊利塞塞。有好耍哦，老师真好教哦，真水哦。参菜、炒菜足好食的哦。还要种在倒？哦，再搁迄个外口的传去遐。河滨镇关闭社区的关怀据点，不时就有举办活动，时大是拢真爱来吃，因为店家会使学做饼、做花灯、跳舞等等，平均拢有18个时大会来，因拢超过80岁。这摆社区特别举办种葱仔栽的活动，就是希望连结演过长辈种植的经验，让大家伫咧创作的过程加一寡刺激，也够有话题。如果我们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那也不用喷农药，然后想要吃的时候也有，又很好种。对这阵正时行的室内食物园艺社区据点，以这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出发设计课程。长辈讲，这阵有这的葱仔摊，因更较有动力来据点佚佗。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发生警察因为这块伤过超过地属非洲的查甫过往的代志，引起各地抗争。警方讲，这个查甫拒绝逮捕，但是监视器的画面倒袂吧。过一小无法度收煞，根据监视器画面，抗议者直接弄伫警局放火，因为事发地点，警员只会当真紧走离现场。警局所在位置就伫弗洛伊德和警方压制地点的附近。警方表示，弗洛伊德事件确实是互民众感觉悲愤，不过绝不容忍有人利用这款的机会犯罪。这也是发生伫州长沃兹里被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明尼亚波利斯、圣保罗甲附近地区政治警力状态了后无偌久。此外，沃兹也阁派出数百位的国民兵协助维持治安。We got gunshots. We got gunshots, guys. 事实上，当地已经连续3暗无平静。明尼亚波利斯市长也想要安大民众的情绪。Communities need grocery stores for food. We need banks for cash. We need pharmacies for needed medication. Let's hold these communities dear by doing right by them. 根据案发附近一间餐厅提供的监视器画面，弗洛伊德伫方压制前，要甲警方接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虽然被车挡掉的，也毋过为2个人动作判断，弗洛伊德无明显反抗警方的动作。警局2号的弗洛伊德举报声明，亲像徛袂牢。美国总统川普被问到这件代志，表示看到这款的状况，感觉真害。I've asked the Attorney General, FBI,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take a very strong look and to see what went on, because that was a very bad thing that I saw. I saw it last night and I didn't like it. Do you think those police officers should be prosecuted? I'm not going to make any comment right now. 弗洛伊德是伫2号暗被白人警察压制，伊脚头躯第2个阿妈棍一直到完全袂当叮当再送医，也被现光引起全美国的愤慨，认为警方执法过当。芝加哥、洛城、曼菲斯等地拢有抗议行动。伫丹佛的示威游行中，一名抗议人士突然开车冲撞人群，这位查甫人差一点被撞，跋倒伫涂骹，虽然无受伤，但不过现场所有人惊甲袂害。这台车了后，真紧驶离现场。伫纽约市就算是防疫规定需要保持社交距离，依然有大批抗议人士违规，因军子提标记大声喊我袂当喘气，恶人的命也是命。有人无看嘴暗，也甲警方起冲突。警方表示有5人被逮捕。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5就是24节气的梦境，有一句俗谚在讲：4月梦境好，5月无大土，6月火烧补。意思是讲，农历4月梦境这阵啊，若是落雨。5月雨水就较高，地区大部分的土地拢唔是大的。等6月热天时到，天气都会真炎热。4月梦境好，5月无大土，6月火烧补。以上数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
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咱再会。我在这部片里面演的是爸爸，我的女儿是一个女同志，但是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她一直受到邻居街坊的要介绍那个男生给我女儿这样，那我觉得很烦。我觉得《前世情人》的《情人》是一部很轻松又可爱的喜剧，很难得会有黑白片，然后就是我们的剧情其实跟以前38新娘傻女婿，它的剧情是很像的，然后改编，然后再剪接在一起，所以大家看会觉得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似曾相识。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讲到阮后生新妇啦，拢唔知影拜拜的重要。今仔日我就要来甲大家介绍拜拜。拜拜，汉字写做拜拜，罗马字写做无爱拜，无爱拜，拜第三条。拜拜有伫庙拜。嘛有伫厝拜，不管是伫庙还是伫厝，拢有伊的礼数。若是去庙拜拜，入庙进前爱先洗手面、刷口，刷口就是落水的意思，这是对神灵的尊敬。入去庙的时，爱对庙的龙门行，出庙爱为庙的好门行。若行倒表，就会歹结交的欠损。欠损有进去的意思。爹爹，入庙了后，甲敬面摆好势，点香烛，过来先拜天公，用左手甲香插点天公炉，刷咯，搁照庙里神明的大事，一位一位拜，拢总拜煞，落尾才烧金，安尼就拜好啊。若是伫厝拜拜，一般拜神明甲祖先拢伫神明厅的红架道拜，拜好兄弟伫门口拜。咱嘛讲拜门口，若是拜地基主，就伫灶骹；拜床母，就伫床头。甲拜拜有关系上意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意思是咧鼓励人。若骨力拍拼，就会有修成好年功。搁有一句俗语讲抓着神，抓着人，意思是讲，不管什么代志，袂使干那拢靠神明帮咱。上要紧的是咱爱好好啊拍拼，有可能唔通伤迷信的意思。例如拜拜、礼数、献送。敬面、红架道，有烧香，有保庇，有食药，有惊气，